闽南语拼音练习，陈树忠编著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第二部分：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，第35课：读讲练习。即句安怎读？人未到，啥先到？人未到，啥先到？第二，即句安怎读？一暝泉头路，天光无半步。一暝泉头路，天光无半步。第三，即句安怎读？大目新娘找无走。第四，即句安怎读？上面无好货，上面无好货。第五，即句安怎读？有手剩无路，有骹行无步。有手剩无路，有骹行无步。第六，即句安怎读？三讲四漏开，三讲四漏开。第七，即句安怎读？火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。第八，即句安怎读？毋捌字兼无卫生，毋捌字兼无卫生。第九，即句安怎读？生鸡卵无，放鸡屎有。第十，即句安怎读？一代亲，二代表，三代毋捌了了。作者陈树忠，校对者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